你經營網上玩具店嘅經驗，係專行做保險嘅強大優勢。你熟悉網上營運，識用社交媒體揾客，已經贏在起跑線。你仲練成咗處理客戶異議嘅能力，日日應付點解咁貴、遲貨換貨呢類問題，令你識得處理異議同投訴。呢個就係保險銷售最需要嘅技巧。你建立網店，證明你高度自律同堅持，冇人監督下工作完全冇問題。更重要係，你透過賣玩具明白父母想俾最好嘅嘢小朋友，同客傾教育基金同兒童醫療會特別容易產生共鳴。轉行需要適應轉變，最大挑戰係由網對網轉為人對人。你熟悉網上推廣，但保險好多時需要面對面建立關係，要習慣約客面談。產品亦複雜到好多，你需要重新學習同考牌。收入模式亦唔同，網店出貨就有錢收，保險開頭可能幾個月至有一張單，要捱過初期食谷種嘅日子。總括而言，你嘅網絡推廣、處理異議同自律能力為你打下良好嘅基礎。只要適應面對面銷售模式同勤力學習保險知識，成功建立起人際網絡嘅生意不是夢。